上星期為大家介紹咗關於禁止從事業務嘅前提，今日就嚟講一講刑法典入面關於禁止從事業務嘅期間嘅規定。根據刑法典第92條第2款嘅規定啦，如果法院判處犯罪行為人係禁止從事業務嘅話，咁呢個禁止期間呢係由1至5年之間去劃定嘅，而禁止期係由法院裁決確定時開始計算嘅。咁如果喺法院作出裁決之前，又或者有關裁決確定之前，行為人已經因為有關嘅事實而被有權限嘅實體命令臨時性禁止從事業務呢，咁呢個臨時性禁止嘅時間呢，都要由法院宣告嘅禁止業務嘅期間入面去扣除嘅。例如甲佢係一個房地產經紀，由於佢被人揭發啦，佢喺從事中介工作嘅時候故意詐騙，而令到一個客人損失金錢嘅，咁所以啦，有權限實體先係命令禁止佢從事相關業務半年嘅。其後啦，甲亦都係因為呢啲事實而被法院判處罰金，同時啦，亦都係判處佢禁止從事業務2年嘅。由於甲先前已經被有權限實體係命令禁止從事相關業務已經半年啦，係屬於法律上所講嘅臨時性禁止，咁所以啦，有關嘅時間啦，亦都係由呢個保安處分中去扣除嘅。所以到最後啦，甲禁止從事業務嘅期間呢，應該係1年半嘅。好，咁今集就講到呢度先，下一集我哋會繼續為大家講關於禁止從事業務嘅期間嘅相關規定嘅，敬請留意。